好听吗？他们的？好听。还好，我觉得还好。没有，他还有年纪的问题。然后我教大家唱简单的阿美族的歌，好不好？好。很简单，这我常常教啊。我想说今天有新朋友来，我觉得我不太认识，就刚刚那2位啊，很怪，一直这样。阿美族的语言听起来像哪一国？我自己觉得很像法国。我不要欺骗我自己，我要看，你们听起来，你们听过的任何的国家，不管你们看过电视、Discovery 还是大冒险家之类的，你觉得比较像哪一国？摒除那个泡面的系列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如果他可以透过这种语言的口气包装的话，它可以比较接近哪一个国家呢？这样，你觉得呢？爸爸，好不好？参考吧，参考。好，接下来唱这首歌叫《改油印》。改油印是阿美族的意思，讲美少女。也可以讲姑娘，可以小姐，也都可以，它翻译很多种。然后总称呢，觉得女性就是女士们就叫改油印啊，改油印，念出来改油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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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njour，改油印，他们讲Bonjour还是我不太会讲法文。这是生命，有一点点啦，就这样啦，没事。好，那我待会唱黑语的时候，你帮我回答改音的，试试看，跟着我的弟弟们一起唱。嘿呦，改油印，乌曼嘎乌拉罕，嘿呦，改油印，乌曼嘎乌拉罕，嘿呦，改油印，乌曼嘎乌拉罕，嘿呦，改油印，乌曼嘎乌拉罕。要会唱啊？好吧，那就当做学法文好了。我不想勉强大家了，但我的直觉是法文。大家这种改油印。Sa aking tengiran, nagkamaulaki siya'y nagwala.